先来练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同着听》，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 数只圣诗520首，至上的天父，求你压落。咱吟第1节甲第3节。 圣礼典的圣诗351首，咱来唱第1节、第3节甲第4节。上主的水，水泉有水满满。 So
主，我打就近，爱见你的面。这条来临全诗。圣诗411首，阮的天父上帝。咱念第1节到第3节。礼拜日要开始，咱安静心准备礼拜。请走个。
上主赐我一切恩惠，我着安怎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对上主谢我的愿。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兄弟请坐，请咱三甲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青年主日，互阮有即个机会会当来服侍你。你的宝座是用娱乐甲敬拜来起造，求圣神即时甲阮同在，引带每一个人，透过诗歌甲牧师的讲道。搁一遍，甲你来讲话。愿阮青年的服侍，成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以下的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启文，请傅云姐妹。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受气会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
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圣经，请可宣执事。咱撒迦来恭守上帝的话，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为着互咱有自由，基督已经有甲咱讨放，所以着徛在，毋通各守业者做奴隶。13节到15节，兄弟姊妹，上帝呼召恁是互恁自由。无过毋通通过恁的自由，变做放纵所有的机会，着用疼心互相服务，因为全部律法包含伫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即个界面，着小心。恁若犹地相加相吞，会互相消灭。我的意思是，恁着照圣性的引带生活。绝对毋通求满足私欲的欲望，因为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性，圣性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敌对。直到恁毋通照家己所爱去做。恁若互圣性引带，就袂受律法控制。以上。俄勒，请社青学青团契。在
正道，正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伫圣心内的性命，请本堂的黄牧师。那今仔日是咱的青年的主日，礼拜中间呢，咱这社学青因来参与伫教会这个主日，因较真够讲台语啦吼，安尼真标准吼。表示因平时虽然讲华语，但是台语嘛是伊的根底吼，小可练习就袂歹吼。所以呢，为着今仔日因会当参与伫主日的礼拜，因拢有一寡准备吼。倒是今仔日用心甲敦雅因两个真好，遮个乐器的献奏吼。咱三甲来祈祷，主要所祈祷，我阁组织伫你面前来敬拜。诚做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因为阮会当享受上帝儿女的自由。阮是自由的人，但是阮愿意用阮的自由来将阮家己本身交托互主，奉献互你，互阮的自由用来服侍阮的上帝。主，阮今仔日嘛当用阮的自由真欢喜来到你的圣殿中间来敬拜。愿你感纳阮的敬拜，欢喜阮的敬拜。伫阮的敬拜中间，你设立你的宝座，起造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临在伫阮的中间。透过今日的信息，佮来教示阮会当明白，圣神也互阮有属灵的悟性，会当来明白你的话是行伫阮的生活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顶一遍，咱有讲到稳定甲自由这个信息，嘛是甲读圣经伫咱加勒台第5章这个所在。顶一遍咱有讲到，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咱伫基督的内面无去受定罪。过去咱是受罪的奴仆互伊管辖，但现在呢，咱会当得到自由，得到赦罪的自由。过去咱伫罪甲肉体中间的控制内面，但是现在伫耶稣基督内面，圣神的法则，将咱对罪甲死的法则中间偷放出来。所以有一个穆安德烈牧师安尼讲，伊讲自由是上帝儿女上界大的福分。上界大的福分就是咱会当成做上帝自由的儿女，自由。但是自由并毋是讲咱会当去做任何咱爱做的代志。自由那是讲我会当有一个自由的选择。而且我运用我自由去选择，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成做我应该成做的人。那什么是应该呢？这应该并没有讲我爱做我去欢喜的代志，我要变做什么人，就什么种的人。应该，这个应该那是讲到上帝爱咱去成的人，上帝爱咱去做的人。所以这应该是有一种的束缚。我虽然有自由，但是我自由愿意成做上帝的奴仆，去做上帝欢喜的事，去成做上帝爱我去成做的人。所以这是某种的自由。如果咱若毋是伫黑暗、罪恶的束缚内面，咱就是成做上帝光明的奴仆。所以这是一种选择。当咱信主了后，咱成做新造的人。然后圣神伫咱的内面，有上帝圣经伫咱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徒。成做基督徒了后，咱可能真爱去追求成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最后伫咱的生活中间，无论咱的行做、咱的讲话、咱的信用，各方面拢会当得到真完全。但是呢，其实咱也不得不咱的承认，有时伫咱的生活、咱的信用中间有一个这挣扎。咱无伫做到，咱想要爱做。咱认为对的代志、好的代志，咱想要去做，但是总是感觉无够力。有时咱也感觉有一寡代志无介好，咱避免，但是呢，咱就无法度去避免遐做无好的代志。所以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若是真认真的基督徒，你希望会在你的生活中间得到真完全你也真注意你的灵性活命，差不多你拢会当经验一项。每一天的生活，甲你的内心。拢有两种快乐不断的增进，真拉扯安尼吼，袂唔通爱，这中间来拉扯。
所以呢，保罗就讲到咱内心中间呢有两种的有这种的征兆，这种征兆那是因为伫咱内面有两种溃力在对抗，性情的溃力，甲肉体的溃力。这肉体的溃力就是讲到咱本性的欲望。所以保罗伫罗马书这个所在讲到，性情就催逼咱去做好啊，但是咱的本性的欲望做的法则，就阻止咱去做好。性情禁止咱讲毋通去做迄个歹，但是呢，伫咱内面本性的欲望安尼催逼引诱咱去做歹，所以这是一种的对抗。咱是属伫光明国度，咱希望咱所做爱性情伫咱内面，爱咱去遵探上帝的旨意，互上帝欢喜。但是一方面，咱佫生活伫这个世界伫这个黑暗的世界内面，所以咱生活伫遮，有时爱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来一个生活这个观念啦、思想啦、价值观念啦，这个潮流是正人这个生活的方式、行为的方式来冲击咱的信仰。所以，咱有新的生命，性情是咱的导师，但是一方面呢，像谈到圣经内面所讲，一方面伫咱内面还佫有本性的欲望，逐种的欲望引诱咱去做毋好的事。所以保罗就讲安尼我是真艰苦我是真艰苦，我伫我内面有一个真大本性的对抗安尼我对正面来讲，有即种的艰苦，乃是证明你是属于上帝人。如果你若无属于上帝，你要爱做啥就做啥，享受罪恶中的快乐。你要去诚做什么种的人，照我家己期待，我想要安怎就安怎。所以呢，我去做我欢喜的代志，不管这是罪恶无罪恶，我要得到我所爱的物件，不管你的手段好甲无好。但是现在袂使现在袂使，因为伫你内面有上帝生命，伫你内面有圣神住伫你内面，所以你要做这代志的时阵，伫你内面都有一种的对抗的力，无应该去做，做毋做，做毋做，这中间有这种对抗。过去你都毋免烦恼这个代志，爱做啥就去做啥，但是现在无共款。为什么会安尼？因为你是一个有圣神伫你内面，你有上帝性情，你是属于上帝人。只不过咱伫咱的生命中间，还佫有旧的本性伫咱中间，咱佫活伫这个世界中间，甲上帝国度还佫有真大的一个征战。加拉太书第5章这个所在讲到一项，第5章第16节到17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安尼讲：，恁着照圣神的引带生活，绝对毋通满足本性的欲望。这中间就是圣神带咱引带，咱就顺服。第二呢，伫这个另外一方面有本性的欲望，所以伫这中间你要做一个选择：，我是要顺探圣神的引带，还是去顺探本性的欲望？17节讲，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神，圣神对抗人的本性，这两个互相敌对，直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去做。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咱内心中间一种的实况。这所来讲到一项本性的欲望。咱要先来讲起本性欲望到底是什么？本性欲望，伫过去希腊甲罗马的世界中间，也是咱现在的世界，其实咱拢面对这种本性欲望，拢是存在伫咱的人性，也是咱的旧的生命中间。那什么叫做本性欲望呢？这个特性就是讲。这咱知影是无好的代志。照着咱的良心，照着咱的道德观念，你感觉这无好？但是矛盾，咱佫真爱去做。而且呢，咱去做咱认为无好的事，然后伫咱实际去做的时阵，也产生一种负面的行为的反应。这就是本性欲望。
那所以呢，加拉太书第5章这个所在讲到本性欲望，伫过去到伫现在，伫古早到伫现在中间，这拢一直存在伫咱里面。咱知影这无好，但是大家拢咧做，而且佫常常伫做。咱知影这无好，但是佫无做袂使，好咧。到底是啥物呢？你若对照咱现在的生活、咱的社会，你就知影这种存在伫咱整个的人类的社会中间。而且咱现在伫生活伫咱世界内面的时候，嘛是常常必须要配合世界的法则，配合世界的价值观念、世界行事的方式，咱不得不去做。那这本身其实你法律袂当带你定讲你有做安尼，不过人性中间就显明这种的生活形态、这种的行为，也是你的思想安尼。所以呢，真简单做一个安尼一一的说明啦。你就知影讲这原来一直存在伫咱中间。伫这所在所写的，拢做这物件，你知影无好，但是伫你生活中间一直咧面对这个问题，淫乱。伫过去，淫乱有一个情形希腊中间有一个爱神庙，内面做一个娼妓，神圣的娼妓。你若要敬拜爱神的时阵，你就甲这娼妓甲伊配合，安尼甲伊淫乱。所以淫乱加做一个信用中间的要求，这是过去。所以呢，变做把这个淫乱加做一个合法化。所以拜偶像牵涉无道德的性行为，淫乱拢是讲到不法的中间的性的行为，不法的中间的性的行为。当然有做宗教嘛，强调双修啦，双修。你男甲女中间有一种的配合，安尼。所以这是伫婚姻以外淫乱的一个情形，但是假借宗教之名来行这不法的事。拜偶像，伫咱中间可能是拜历史的人物，无真侪拢是敬拜受造的物。伫异教中间献祭，甲魔鬼来往。那伫迦南的偶像中间，你若敬拜偶像，这个偶像通常拢逐日讲，你若敬拜这个偶像是破如风声、繁盛之神。意思讲，你若拜这个偶像，通常要互你带来真大丰收，你若这样做，你若做成你的时候，你就得到真侪这钱源，你会当对着非常非常这的产业，这就是繁盛昌盛，加入中间的偶像。所以这中间嘛是互咱一种的境界。如果咱信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讲我信耶稣，就是要互我得到较侪的成就、钱源、更较丰盛。如果你若期待这物件超过敬拜耶稣本身，这嘛是敬拜偶像。所以偶像较面讲采伫这个所在看会到一种形状，伫你心内有啥物物件超过对上帝敬拜，就是拜偶像。所以有真侪人我来到这个所在就是要得到这结果无我做生意嘛无较成功我信耶稣了哇，生意搁较失败，安尼我无信耶稣我信耶稣去了后，我会当得到啥物物件，变会当得到以后，搁无照其他所爱其他所爱得的物件无个信迄就是啥物？迄就是看到这个物件超过敬拜上帝本身，这是拜偶像误会。有这个物件，互咱甲上帝所愿的道德、信用的无结晶，花天酒地这嘛是步入的社会中间真爱做的事。放纵、狂欢作乐、贪婪、快乐欢迎，而且你做这时，袂感觉有罪恶感，袂感觉有歹势，花天酒地。惊邪术，拢是甲背后邪神有一个交往，所以咱讲通灵这就是邪术过去若是要通灵、要行邪术，拢爱用这个物件，叫做药物，产生的这种的迷幻世界。所以食毒、制毒、卖毒、试毒，这拢是行邪术的一种的领域内面。
所以你就无法度想象有一寡国家伊的制度、卖毒安尼推销毒，即摆美国也是流行芬太尼啊，在调查到底对底来。所以当你咧制作这物件时，其实这甲行邪术伫过去中间是共一个行为。得对斗争，哇，这是人这中间的一个罪啊！对一个国家、民族到政党团体安尼，这差不多现在咱世界中间所存在一个真大问题。中东的中间，这是一个国家甲国家中间的真大一个斗争啊！所以有可能是强调意识形态中间的斗争啊！而且仇恨教育对细汉就开始吼怨恨这个国家、怨恨这个民族安尼。教育怎样去怨恨别人？中东迄个所在嘛是共款，拢是世仇啊，战来战去，啊你拍我，我拍你，拢是感觉我一定要正义，啊你咧拍我啊，所以我就要拍倒转去。啊受伤的来讲，啊你著较早拍我，再拍倒转去，差不多仇恨。所以这是足歹解决，差不多无得解决的，拢是为着我一个国家的生存，敌对另外一个国家，消灭另外一个国家。种族侵蚀。到伫家庭、个人中间嘛是共款，伫阮中间一个怨恨、苦毒伫咱内面。受气，这是讲到一个持续性的一种情绪的发表。受气的时阵，互你的情绪无受压制、无受管制，受气来伤害别人。自私，这个所在特别是讲到用尽卑鄙无正当的手段来追求家己的利益。为着家己的利益，可能伤害别人，无正当的方式。怨妒通常是因为别人得到好处，别人比你得到较快乐，别人比你较有成就，伫咧内面有一个苦涩不安。伊哪使比我较好？玻璃心就碎满地安尼，啊，竟然比我较好。结果你也同学啦，你也同事啦，较敢若读册比你较袂晓读册的人啊，比我较袂晓读册，啊，竟然即我成就比我较好，通常拢是安尼啊。所以呢，为着安尼怨妒，安尼伤害对方、丑化对方、破坏对方，我袂当得到，你嘛袂使有，这是一种的怨妒、怨恨。竞争。为着达到某一种的手段，产一种非常对立的竞争甲对立，结党分派。因为我选择甲我有共意向的人、共款利益的人，甲因相同做伙，安尼我排斥别人、伤害别人、阻挡别人，来维护我这个本身的一个利益。所以种族、种族的歧视、政党甲政党的一个纷争，甚至用意识形态的一个斗争、阶级的斗争这个过去咱常常非常熟的一寡名词，强调斗争、强调对抗对抗、怨恨，追求无同款背景中间的一个差别。所以有时咱感觉讲，教会内面敢若有一寡这分派啦、结党啦吼，伫我理解来讲较袂啦吼。不过呢，因为咱常常会因为无同款的概念、想法。所以有个无同款的一个方式，教会要用这个方式，要用迄个方式，用这个敬拜，用迄种敬拜。教会内面可能要处理一寡这问题，处理这问题，每一个人背景无啥共款。我想讲买一台车，可能要国产的，还是要进口的，这中间都有一种无共款的概念。这样这个概念呢，不是结党分派，这是无共款的处理方式。结党分派通常就是。我会当得到我的，但是要互别人得到真大的损害、损失、伤害别人。我有你就无迄种感觉，我得到你袂当得到。我存在你就袂当生存，迄种结党纷争吼，教会是较袂安尼吼。所以呢，伫咱社会中间，你就不得不爱面对这个物件。如果你若是公司内面，然后你争取一个订单的时阵，你就必须要为着你的公司来拍拼。用一寡手段来得到这个订单，伫公司内面有可能你要升你的职务，伫职务中间，你就要去找人是不是行其他的路找到其他有力的人来帮助你会当高升。这高升的时阵，你去别人袂当你去你
有真侪时阵，拢是你得到别人损失，这是说伫咱社会中间所存在的物件。所以不得不为着咱的生存，为着咱伫世界生活中间，咱做者认为无好代志，而且无做个袂使。这是咱真大一个问题。但是这个物件就是本性的欲望。如果你若无信耶稣基督，你可能做了真快乐，你就感觉过这个手段、这个方式就真理所当然，大家拢是安尼做，好喜学，大家拢来学啊。但是如果你若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拄着这个物件，你只能感受，我真无爱做，但是不得不去做。公司安尼要求，我的生存安尼要求，我为着要互提供我厝内底的人更较好一个生活方式，我必须要得到较多，我不得不去做这个代志。这是真大一个困难，互咱的本性的欲望受到真大一个冲击甲引诱。所以这是咱存在一个问题，所以你让思考看卖到底是毋是咱本性中间。但是我相信你去做这代志时，伫咧内面一定真艰苦啊！违反我家己信用良心迄个感觉，违背我家己信用原则迄个感觉，这是咱真无可奈何代志。但是我相信伫咱基督徒中间，当你做这个代志时，要一个准则。如果人当避免，我会得死硬听；如果个人无法度避免，我尽量会当有和平，毋是为着家己得到较济，是有温足、受疼心、受分享这个物件。第二个部分就是，除了这以外，伫咱内面要面对的是怎样顺服圣神。既然这是咱本性中间有一种的对抗，咱讲说本性的欲望中间，互咱引诱。现在咱有可能真侪顺探迄个本性的欲望，但是现在顺探圣神，这是今仔日咱强调的。什么叫做顺探圣神？表示伫咱生命中间有一个新的开拓，圣神带伫咱内面，引带咱去做应该在做的代志，阻止咱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圣神的引带有可能是催逼，有些是主动。这个标准是啥物？会当互咱活出甲上帝的本性、甲上帝的旨意相符合的事。我做这个事是下伫真理，是下伫上帝的性情，是下伫上帝的旨意。圣神伫我内面去做应该做的事，无应该做，阻止无应该做的事，互咱下伫上帝的旨意。有两个兄弟伫教会内面，两个脾气拢足倔强。为了一件代志互不相让，伫安尼有真大争端。其中一个倒去到厝了后因太太来打苦劝，哎哟，我偏偏兄弟咱教会内面是安怎甲安尼两个相争甲厉害啦安尼。做兄弟就感觉足不服个啦，偏偏我对伊毋对啊安尼，伫眠床中间困伫眠床安尼，就想这个代志。后来圣神伫内面催逼伊，互伊想起圣经内面讲话。你咧甲兄弟好好啊！伊咧心内愈气足气的，家己但是呢，佫想着甲弟兄和好，安尼。所以你必须去选择，到底要安尼继续想个落去，还是要顺探这句话？既然上帝话已经安尼来讲啊，去弟兄和好，所以安尼规暝袂困了后，计装早起啦。好啦，就照上帝话去做。就去到迄个兄弟的所在，讲咱和好啦即若免大家安尼坚持安尼，大家意见安尼看要安怎去协调一下安尼去到遐个时阵迄个兄弟安尼心佫袂开，去到内底，佫来念安尼伊心内讲就点互念安尼，等于主动过要来寻求和解念。等于到厝了后，因太太就问讲：你去甲伊和解，有和解无？安尼。这兄弟讲，早毋知和解无，我就安尼点互念我想要甲伊和解，伊就来念安尼。因太太问讲：你心内有啥物感觉？伊讲：敢若也无讲完成这个目标啦不过心内真平静，真平静。
讲好啦，你去继续祈祷吼，安尼，你有法度祈祷无？我感觉有法度呢，我都有照上帝意思吼去做这个代志吼，我感觉心内真平安，会使，我会讲去甲上帝祈祷。你知影这个意思无？这个意思就是讲，你若顺坦圣神的话，心内有平安。你做上帝欢喜，做圣经内面所教的道理去做，你内心是有平安的。互上帝平安伫你心内，带你引带，互你去做应该做的代志。虽然可能无达到目标，但是你知影我有顺坦上帝的意思。安尼，所以呢，这个太太对讲，感谢上帝哦，圣神的平安，圣神的疼，从你内面迄个生气，遮扛过去啊，安尼吼。所以你无够互遐生气主导，那是互圣神的平安和睦，带你主导，真好。安尼，我相信这也是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代志，内面有真大的对抗挣扎。要顺坦就体的本性，还是要顺坦圣神？如果你若顺服圣神，伫内面有平安；如果若无顺坦，你就一直咧留伫本性的欲望中间的主导内面。所以，这保罗这比这个哥林多教会讲，恁是属肉体的本性的人，因为伫恁中间还有怨妒啦、纷争啦，吼，这拢是属伫本性的欲望所做，这是世间人咧做安尼。但是你即摆是属伫上帝的人，你应该照圣神的旨意去行，你来通照本性的欲望，甲世间行的人共款的，所以你是属伫肉体，啊，佮亲像婴仔共款。相对，基督赐予咱的性命，就亲像一粒种子吼。如果咱若顺服圣神，啊，上帝的性情就伫咱内面安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成长，啊，就结出侪侪果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在，顺服本性就是真侪，伫遮所讲真侪无好的事。顺服圣神，结果就是结出侪侪果子。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25节讲，既然圣神赏赐予咱的新的性命，就应该互圣神引带咱的生活。这是一种的意志的选择，也是咱生活的原则。这个对抗一直存在，但是什么时阵你讲啊？伫我内面有平安引带我，伫我内面我知影圣经的道理应该安尼做，我就照安尼去做。啊，这中间可能违反咱的本性，但是咱意志选择讲，我照安尼行，就这个兄弟同款。啊，就上帝话一直在讲，啊，你就爱去甲兄弟姊妹好好，伊就去。啊，我过去讲过一个见证，啊，我甲一个兄弟安尼，得罪我安尼吼，我若想伫就气到要死安尼吼。这边我行伫路中间的时阵呢，啊，然后这个兄弟住伫头前，我要行路，我伫徛伫头前，迄若较早我拢闪啦安尼，这道无路通闪嘛，啊，就爱对遐过安尼。但是我对上帝讲，上帝啊，这个吼，对我伤害足大啊，我足生气的，吼，心内袂快活。一句话，为着你的对着祈祷，安尼。上帝讲，啊，你若怨愤，啊，你遐生气，啊，你要叫我怎样做这样代志来消除你的怨愤？你讲啊，无要互伊破病吼，啊，无拄着艰苦吼，啊，无要互伊拄着真正代志，安尼互你感觉讲我互你即摆气开消安尼吼。然后我就想到讲，圣经讲，为着你的对着祈祷，为祝福。哇，即句话就出来啊，吼安尼。行伫路中间，就即句话踮遐挣扎。我就祈祷讲，上帝啊，恳求你来祝福。啊，所有迄怨愤完全消除。哇，迄个平安甲喜乐，迄种的透放完全消除。啊，看到伊的时阵，真欢喜。弟兄你好，安尼兄弟真好。毋是带着表面的咱是讲到迄个中间的怨愤苦毒，一个甲拢消除去，有真大平安。伊嘛是哈哈，这样啊，后来这个物件就无搁存在伫我心内。这是顺服圣神的平安。如果你若祝福伊，你要怎样？搁会当时中间有一种的
咒诅呢？咒诅甲祝福是无法度存在的。这种物件就是后来我学习一个物件，祝福，拢是祝福，无论怎样拢是祝福。这是上帝给咱的一个原则。所以兄弟姊妹，这毋是讲伫旧约中间，你就爱三听吼，你来听上帝。写伫遐，你尊叹伊的时阵，就感觉讲我尊叹这个物件。但是呢，这是新约的原则。新约原则就是像亚利米书讲的，现在法律写伫你心内，圣神在你的内面平安，圣神内面有一个喜乐，赢过这一切这个无好的事，本性的欲望。所以是，互你的内心的平安伫你内面做主。咱叫信主，有圣神伫咱内面，圣神内面所讲顺服上帝的圣神，意思是讲圣神是咱的老板。咱要做啥代志的时阵，追求伊的旨意。上帝啊，你的意思怎样？我要做啥物代志？按怎样做，互你得到欢喜？伫要做这个选择中间，还有一寡挣扎，要甲毋甘愿毋甘愿吼，这个代志。但是你若顺服时，平安就伫你内面产生。所以，圣神顺服，互圣神引带，慢慢互咱生命的轨迹慢慢中断。圣神的引带，互咱自然中间会流露出一种结果，就是圣神的轨迹。圣神的轨迹相对本身的欲望所列出遐侪物件，无好的物件，不得不去做的物件，相对圣神爱咱做物件，好的物件，圣神交做咱的开力来实现圣神的轨迹。所以你就知影，本身的欲望甲圣神所结出的轨迹中间，完全是相对无同款的轨迹，无同款的生命形态，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的行为。接下咱有几遍讲到，咱要讲起圣神的轨迹，一项一项，这个轨迹咱要来说明，要怎样结出这个轨迹。但是这中间，咱必须要先有一种明白，圣神结出的轨迹，毋是写伫这个所在，毋是写一条条画一张树人爱喜乐和平。我知影仁爱，但你着做袂到仁爱。你知影有喜乐，你着做袂到喜乐。这关键，那是你顺叹圣神，伫你生命中间慢慢长大结出轨迹，这是顺叹圣神所产生生命的成果。好，咱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互阮得到逃亡，对罪恶中间，对世界中间，对阮本性欲望中间。透过你的话，阮知阮着要顺叹你的旨意。圣神伫我内面成就阮的快乐，引带阮有一个平安。圣神引带阮，互阮知影顺叹就是活命。阮透过你的话，知影阮做出的选择。无受世界这个管辖，咱是受圣神的管辖，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对你来得到真实平安甲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回应诗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信用告白，今仔日是用使徒圣经来做阮的信用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马是新礼典的时间。这是咱们来举行圣礼典咱有一位圣人洗礼，咱要唱圣诗351首，第1节、第3节、第4节。迄时亲像比着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我也要对刘锦珍姐妹讲：你要相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受洗，这个圣礼就会成为最得洁净的记号和印证。刘锦珍，现在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你的信仰，来回答我要问的问题。刘锦珍，你有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你有真实悔改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这样做吗？会众请起立。刘显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入主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会众说：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你家己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你的魂佮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贪欠。刘锦珍，
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依靠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公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餐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新约的恩典。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你选召人来归向你。你说我们过去远离了神，不认识神，但是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借着你的教会，主借着你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特别安排在景珍身边的主心之家的同工，主他可以认识你，主你用你的智慧牵引人来到你的面前，并且借着你的圣灵敞开他的心，使他明白真道，也能够明白上帝你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现在他已经在众人面前，还有在上帝面前告白他的信仰。主啊，愿这信仰坚固他的心，也知道上帝圣灵在那里面更新他的生命，更新他的人生，为他的生命带来一个全新丰盛的未来。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现在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他的信仰，在天使和众圣徒之前，你也会承认他是你的儿女，你是他的天父，他是你的儿女，这是你赐给所有相信你的人的特权。主啊，但愿他能够享受上帝儿女的喜乐和平安，有上帝你陪伴引导，主使他越来的人生生命越加的风采。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平安喜乐与他同在，愿与他的家人同在，借着他在家中发光，借着他救恩也临到家中每一个人。向你献上感恩，也祝福他在主心之家的服务的服事，成为众人的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这是咱要请弟兄来到头前来接大笔，请景珍面向前面。好，我们拍手欢迎景珍成为我们公会教会的家人。好，景珍可以先回去哈。那等一下我们还有2个礼物会送给他啊。今天那个曾威有没有来？曾威在哪里？哦，在楼上哦。那曾威呢，就是在3月31号呢，在我们这边受洗。那曾威跟景珍他都是在竹行之家在那边是工作人员啊。那竹行之家呢，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然后庄淑生呢，秀琴这地迄个所在来服务锻炼因吼，那所以呢，一直叫尽力的教导因已经当刚过2年的时间吼。那这段时间呢，因开始有2礼拜一遍的礼拜吼，每2周吼，咱任照执事甲祈修长老拢去伫遐斗服侍所以伫遐祈修长老底下嘛是拢有怀一个信仰的这个栽培啦，安尼吼。那所以他们就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教会，所以呢先来到这些所在来服侍。那个竹行之家的居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今天很多人过来对，好，你们都受洗了吗？希望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享受上帝的恩典这样。那等一下我们会有礼物送给你的包含那个曾威曾威所以这是新白长老他为他们特别预备的等一下来领一下
因为放在我的办公室，没有在这个地方。好，继续咱来圣礼典，咱唱圣诗356首。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世受也捌传乎恁的，就是主要所基督，互人必为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来三角祈祷，主原照你的模样设立杯甲饼，这个杯甲饼是祝福的杯、祝福的饼，互人得到帮助。阮得到这个福分，也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亲像饼所含上顶的，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亲像杯所表明的，你的血为着阮流出，设立新约。上帝啊，透过这个杯甲饼，也透过你的圣神的启示，互阮明白伊的意义，感动阮的心，为着杯甲饼献上感谢。当阮领受的时阵，互你的疼佮充满伫阮的中间。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查到了领受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甲来领受纪念咱的主要所基督。所以，我今日领受这个八角饼，我的心充满感恩。少年主要所基督，你为阮所流出的宝血，拍破的身躯。我领受。表示阮已经有份伫你的救恩，现在也有主你的同在。我领受也表明我有一个愿望，有一天甲主耶稣基督伫天顶，甲你同做宴席。所以我领受也表明我伫主的内面合一的关系，透过安尼，阮彼此相听，彼此联合。感谢你甲阮三甲同在，感谢你透过八角饼常常向阮表明会听。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奉献，请奉献的同工。
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主必听到阮的特别上帝，感谢你伫生活中逐工的看顾，为着阮领受的稳定献上感恩，愿圣灵保守阮常常会当满足，嘛求因带阮会当用正人的奉献，伫圣工内底，愿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伫报告大声，咱来看两段影片。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手下信实，我也信实哎，好巧哦。不然你来上去，我介绍一个信实的神给你。哦，好啊。该教会无论何时来到这里都很值。该上去有自由和兴奋，游戏超充实。你也想要认识信实的神吗？每周六下午3点，公园教会等你哦。2楼吧。青少年团契是伫每礼拜六的下晡3点。若是有国中，也是高中的同学，会使邀请来参加青少年团契。社青团契是伫礼拜5的暗时8点。若是有咧做工课的青年，嘛会使邀请因来参加咱的社青团契。再来是教会事工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主日第一礼拜举行青年主日，感谢社青学青团契同工来参加参与伫主日的活塞。本主日两堂礼拜举行圣礼典，新人洗礼伫华语礼拜有林玉萍，台语礼拜有刘锦珍。后礼拜主日举行母亲节的联合礼拜，两堂合并来举行伫咧下早10点半。第4点，中智会本主日礼拜了后，伫7楼调开，请中职出席。第5点，财务组征求兄弟来担任明年的会计活塞，邀请有负担的兄弟伫本主日礼拜了后，伫6楼财务教室，来为着教会来准备做会计同工。第6点，公园教会长者健康促进运动，伫即礼拜5的下早9点半到11点半举行，请报名参加的人来出席。第7点，幸福小组伫5月4号到6月30号举行，运动很幸福小组伫
每礼拜下晡2点伫607教室。好所在小组伫礼拜六的下晡3点伫生活美学。刷落来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即马是上站伫咱邓方雄弟兄吼，迄个5月7日安息主怀伊非常敬虔，差不多逐个礼拜拢看到伊。不过呢，有真久长的时间，伊拢是有肝癌的病症。上帝维持伊真久的生命时间，肝癌拢有人照顾，但肝癌就是无法度真安尼一直拖吼安尼。所以10几年中间，我来到这个时阵，拢是非常敬虔的敬拜上帝。所以伊安尼离开嘛是安尼真毋甘啦吼。不过即道伊好像伫其他教会礼拜，所以由迄个教会来主办吼。所以5月7日兄弟姊妹若要去咱着简述讲一下吼安尼。若较侪人，咱就当献诗。无需要代表咱公教会去来讲卫书吼，咱有来参与吼。所以伫迄个生命园区随时听的所在吼，咱若较有熟悉，想要安尼上辈最后一天，咱5月11拜六吼。去到生命园区的所在。上赞，圣诗411首，阮的天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是伫阮生命中间引带所受的平安、喜乐，交阮正人三甲地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到上帝所好。咱中集会吼，咱会准时，所以请中集去到7楼所在的演唱。